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Venus。今期咧係一期生活嘅諮詢插播片。咁因為咧有好多香港嘅朋友啦、海外嘅朋友買咗我哋肇慶嘅屋苑，但係唔經常過嚟住。呢一批朋友一定要注意啦，因為內地咧每年會進行一次嘅一個燃氣安全檢查。咁呢一批朋友咧，因為唔經常過嚟住，可能就會錯過呢一個燃氣安全檢查嘅時間。如果一年或者以上冇進行呢一個燃氣安全檢查嘅話，有可能會影響你嘅一個燃氣使用情況嘅。咁就相當於依家冬天時間，你翻嚟我哋呢一邊肇慶住，有可能沖唔上熱水涼。咁呢一個咧就係非常之重要啦。所以呢一批朋友一定要認真睇、認真聽我哋呢一期影片。咁我哋要同大家講點解每一年啦都要進行呢一個燃氣排查啦。咁點解每年都要開展呢一個燃氣安全檢查呢？咁我哋核心係因為需要及時排查燃氣嘅管道、配件等設施是否有洩漏、老化、破損嘅隱患，避免因為燃氣洩漏引發爆炸、中毒、火災等安全事故嘅，保障我哋嘅人身以及財產安全。咁根據呢一個城鎮燃氣管理條例規定啦，燃氣經營嘅企業每年至少為用戶免費提供一次入戶燃氣安全檢查嘅。咁呢個檢查啦，本身係唔收取任何費用嘅，大家呢一個可以放心。咁如果你有一年或者一年以上啦，你嘅屋苑冇進行呢一個燃氣安全檢查嘅朋友，你下次翻嚟肇慶之前啦，可以提前預約你嘅物業管家，或者直接撥打呢一個安檢熱線95158預約呢一個燃氣安全檢查嘅。咁如果話大家覺得呢一條影片有幫到你嘅話，記得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，或者點個 like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